加载，搁看起过去，阮怎样在追求世俗？若想起世界中拍摄，像走马灯，空思梦想，双手掠条利益，加载主适时点醒，心中迷惑。第二，搁看起当初阮怎样来火解归主，若想起心真大喜乐，像请活泉。关前过后，双眼主神天国，加在阮迄时转变人生目标。第三，搁看起最近阮怎样肯服侍教会，若想起内面有张图像无够力，世界观看双脚也伫摇摆，加在阮随时调整释放心态。第四，搁看起将来阮怎样尽情高效，若面对主审判，心中像真惊吓，回顾所算，一生对主无退，加在阮心中印证，安然见主。